每当的8月6号到8号，伫日本仙台拢会举办七夕节，民众会挂着一粒一粒用竹仔做的彩球做装饰，花丽缤纷，非常的水。即马伫台南的爱国和平会馆嘛看会到。希望民众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些色彩缤纷，那本身又很充满这个日本这种雅致的风情的展览。仙台含台南两市伫2006年成为姊妹市了后，就一直保持着文化交流含合作。这次仙台市政府特别把在七夕节彩球送到台南，相当有意义。仙台呢，跟台南市的渊源是来自于我们两个城市都有七夕祭典。那从2006年开始呢，我们结为友谊市呢，其实两个城市保持了蛮高度的一个互动即使是在311地震，或者是0206台南大地震，甚至在疫情期间呢，两个城市其实还是一直维持很高度的互动跟友好。那在去年疫情稍缓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双方做了一些包机互访或是观光物产的交流。空运来台的仙台七夕节彩球，代表着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友谊更进一步，嘛让市民感受到来自仙台的文化响应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